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初2，旧历的11月14，礼拜5。好，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彰化的新港，昨发生着轿车冲浪的意外。55岁女驾驶驶车载着查囝甲2个外孙，不明的原因失控，弄到路边的消防栓甲电火条啊转来冰车，弄断的消防栓瞬间喷出着大量的水条，现场是怒苍苍，车顶4个人受伤，赶紧送病院。白色旅行车驶伫咧路的煞愈驶愈偏废边遐，煞来弄到消防栓撞冰车，消防栓断去喷真侪水，民众我来关心，因为车顶阁载2个查甫婴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警察无形指挥交通。事故就发生伫咧彰化新港，昨透早11点多，救护人员将伤者扛去烫架，查甫婴嘛交由家属照顾。手抱着吗？手你们有给他做安全座椅吗？婴儿架。这是问一下而已，到医院会再做其他检查。2个查某伫厝里内底，佮1个囡仔，2个囡仔，所以。我第一点有听。刚穿灯去啊？无去路况嘛。弄一个灯去，有水流出来无？水拢大大大。事故地点涂骹有车的碎片，扣2个电火条啊，佮绑封锁线，毋过扣弄到海记的消防栓已经换新的。55岁生出来查某驾驶，载家己的查某囝含2位火怪外孙，毋知影什么原因自动变车。查某驾驶含查甫婴无明显的外伤，乘客是骹部骨折，4个人拢意识清楚。在返家途中。疑似驾驶一时恍神然后自撞路边的消防栓，导致车辆翻覆。根据了解，2位查甫婴当时拢无坐安全座椅，加在敢若面流刺伤。现转发生事故，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